防疫期间，警察、巡守大队以及义交持续维护社区治安，未因为疫情就退缩。巡守大队长宋俊明为了感谢第一线服务市民的同仁，特别捐赠15000份勤务包，提升出境的安全。17日在春节连续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在新营警察局举办捐赠仪式。致赠勤务包给台南市警察同仁，义交守望相助队。这几年来底我们巡守中队对我们辖区的付出了大家拢看在眼里，拢有看其实我们的武力里面我相信很多的市民看得到，咱这党内长大概这几年来底支援咱的总计嘛支援慰问甲关怀，所以讲伫这时阵，咱嘛希望讲由咱那个王市长的带领之下，台南市推动市政，咱小小的一个螺丝钉也起得了作用。我们台南市警局有4100多位，4100多位同仁但是我们的武力加起来将近1万人所以说可以看到大家其实付出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对于治安的协助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再次感谢我们巡守大队宋大队长，还有所有巡守大队的同仁，也期许我们警察各位警察局的各位台南市的警务人员，也期许我们所有包括刚刚提到的义警、义交民防志工巡守队所有的武力同仁，大家一起协力来为市民服务，一起来为我们提升治安而努力。秋冬防疫专案启动以来，强制要求民众进入8大场所，应该要配挂水安，为依照规定，经过看到无效者，依法会当处罚3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的罚金。市府团队在防疫措施上积极做到完善，现在又有了这个防疫勤务包，为防疫加添力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